講到這民進黨進前的黨工淪落做中國間諜，受中共指使，泄露賴清德在咧做副總統期間出訪行程等機密，一審依照國家機密保護法定罪判4年到10年不等。那在今仔日二審宣判，這4個人罪行攏變輕了，變作是6年到3年不等。其中呢，前外交部長吳釗燮的助理何仁傑是該判無罪。牽涉強諜案，這擺接受審問，民進黨4名前黨工被控受中共指使洩露賴總統佇做副總統時期有幫的出訪甲選舉的行程正機密，一審依照國家機密保護法正罪判刑4年到10年。專案上訴了後，準二審判決出爐，該判吳楚盈6年徒刑，民主學院前副主任柯世元判刑5年，副總統辦公室前書記吳尚武互判3年，前外交部長吳釗燮助理何仁傑該判無罪。從黃姓被告跟何姓被告的通訊軟體對話內容中可以看得出來，他們平常沒有任何特別的聯繫，也沒有任何相約會面討論交付情資的情況。何姓被告平常負責的業務範圍與外交相關機密文件無關，無法證明何姓被告有接觸到這些外交機密的訊息。除了何仁傑互判無罪以外，另外3個人刑度變輕，重要的所在是佇合議庭，終審認定3個人部分緩刑的程度。吳楚盈、柯世元敢若閣成試探，毋是收集機密；吳尚武是泄露，無到交付程度。加上吳楚盈回傳的袂少資訊，只是伊對公開的政府工具甲新聞稿整理顛顛倒倒的。毋過，因為着領着更加濟經費，奉行家己工作成果，甲何仁傑包裝誠濟資訊來源，講家己佇台灣的人脈甲能力有偌好。對着這專案，郭檢事是講，會建議是不是要閣上訴？他收集了這些活動之後，那當然他就有可能會想要去進行一個騷擾、去破壞，來讓我們台灣跟其他國家之間的互動交往沒有辦法順利。這裡面其實有很多要做的，第一個當然就是法治，那第二個當然就是對某些涉及機密的人員的考核是非常重要的。對於軍人大小媒體，再閣到即擺民進黨前黨工案件，不時來引發強諜爭議。對於對外威脅，除了法規面愛完善，相關人員的查核制度愛更加加強，才有法度來防堵中共的滲透。記者綜合報道。